慢慢政府已经宣告，咱会当真正慢慢发展这个疫情的束缚，咱过一个防疫的新生活。拄好是圣神降临节，等于是咱的教会迎接一个新的季节。咱的这个年度的这个教会日就是圣神降临节开始，一直到这个圣诞节这段期间，拢是圣神降临节的节。所以这是一个真难得，拄好下着咱防疫告一段落，也是咱兄弟姊妹重新安尼活跳，也迎接热天到。所以咱先甲隔壁请安讲，真欢喜看到你，好无？来，甲大家请安一下，感谢主，感谢主。咱除了领受主的话，咱小等下要做伙来领圣餐，做伙用圣餐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咱今日有谈论圣经章，头一位是圣神降临节的记载，第二位是保罗甲咱解释什么是圣神。咱小等下咱搁做一遍来学习。但先咱要搁做一遍来确认的就是。圣神就是上帝的灵，无分。但是以早呢，因为咱人的认知甲知识，咱家讲三一体上帝，所以咱基督上帝、基督耶稣，好像就圣神，甲是伫边仔无啥物特别的角色。不过，咱若是通过保罗先生对咱搁一遍的明确，一个明确的这个宣告，还是讲一个明确的指导。咱就通知影讲，伫拄则咱读的即个罗马书8章9节，咱若会读，咱是毋是做伙搁台语的咱来做伙开声读经，好无？伊咧来，既然上帝神有点伫恁内面，恁就毋是属本性，是属圣神。咱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真拄好，敢若一节圣经节。就甲咱一般咧理解的圣神的名称，拢伫一节的中间，甲完整来呈现出来呈现出来。伊才有写讲，上帝神有踮伫恁内面，恁就是受属圣神。人若无耶稣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安尼表示，上帝神、圣神、基督的神，拢是咧共讲一位。咱所以认为讲三位一体的上帝是要帮助咱人。去理解上帝的作为啦，事实一体就是表示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神是属一体，所以圣神就是上帝神，是咱今日圣神降临节，好像搁咧复习一遍，搁是咧强调咱伫信仰上即个上界根基的部分所以即个三个称呼倒边若说的是华语的，正边就是台语的。所以你知影讲上帝灵，你讲上帝神、圣神、圣灵、圣神、基督的灵、基督的神，拢是咧讲同一位。伫圣神降临节，互咱更加明白圣神的配合、圣神的祝福、圣神的帮助，是咱基督徒上大一个福分。这个福分咱若家失去，还是讲无去重视，无去体会。咱即个伫知识上讲到圣神，两字就解决啦，实在是足可惜。因为圣神甲咱整个的属灵的生命，拢完全的关联伫着。所以咱一个小故事来讲，谁若无圣神，就无属灵的活命若无圣神，就无属灵的活命。有一个小故事咧讲安那呢？拄啊，亲像这两日安尼假期，足侪人好天哇！咱的陈时中部长讲走来咱台南国华街，人客甲讲，伊行路行袂过，去咱的基美基美的即个博物馆讲行到客甲讲伊的鞋去互搭去就对啦伊表示讲，足侪人拢相争要出来佚佗因为既然即个防疫的部长来表示对都安全就对啦这是一个安尼大家。伫厝里不了真久迄种感觉出来外口晒日来参加即个野外活动真欢喜。你讲起有一个假期中间就一个家庭足欢喜的规个车顶甲所有要
食的、要用的物件，拢滚到规只车啦。我这太太感觉讲，哦，迄物件敢早无够咧，当无位人缀也要安怎？回去叫师傅讲甲车内的物件吼，下当摆拢甲拔起来就对啦吼。当然这是一个古言的故事。拢拔起来，拢缀落条吼，毋过无拍算，竟然甲迄个底油的迄个桶吼，拢甲拔起来。都无燃料安尼吼，因为即嘛有电动的啦，无燃料，迄只车呐，都开袂行。这是一个足切的小故事，当然无人遐戆啦。但是咧，甲咱印证什么呢？你即只车卡那偌好，我是上高级的吼，也是迄款迄个进口的吼，迄款的名车吼，你著甲欠即个动力，你著无路用。即只车甲排波动好看啦定。这甲咱讲什么意思呢？车若无迄个动力，你就无可能开行。咱要甲咱印证什么？基督徒的中间，咱若有人离开圣神，还佫会当继续活落去。有影，你的肉体是活的，但是你无圣神同在，好像欠过迄个车欠过迄个油箱共款，你无力通往前来行。今仔日咱迎至圣神降临节，对伫圣神降临节的故事。也是讲伊的来源，咱伫周末若拢写清楚，咱是只是做一个描述甲学习就对啦吼。圣神降临节是啥意思呢？咱是用照基督教的节期，就是伫过活最后的50日，过活最后50日。咱今年的过活节几号爱记的话，有印象无？4月12，吼，12、4月12你甲算起来吼，等于过即个。7礼拜，过7礼拜，佫新的一日，今仔日第50日就对了。50日就是纪念耶稣讲，恁看我安怎上天，也要看我安怎来。讲恁都爱伫耶路撒冷来听候，我要找圣神来领导恁。所以就是伫即个咱拄则读的经文的内面，讲遮个温度拢聚集伫一个所在。拄好，迄个时间原来伊毋知影这是圣神降临节哦，大先是毋知，因是咧纪念什么？纪念五旬节。所以五旬节甲圣神降临节拢真巧合合做伙，这是上帝伫遐安排啦。因为这过程伊都毋是交要设即日咧，是圣神家己做的啊。所以咱也会使讲，圣神降临节，因为降临伫遮个温度的时阵，伊就开始讲方言，因开始传福音。因开始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讲有遮尔几啊千人来信耶稣，是用这个来成做咱教会一个开始的日，圣神降临节。所以咱讲圣神降临节嘛是基督教会的生日就对啦吼。咱搁来讲到五旬节，啥人犹太人要过五旬节，咱嘛甲了解一下。所以以后咱就知讲五旬节、圣神降临节两个虽然名称无共款。伊的意义嘛无共款，但是拢合做伙。这是啥物？因咱知影讲，犹太人伊咧过五旬节的意思，是因照犹太历，犹太历守节期啦。这纪念啥物？纪念以色列人出来吉以后第50日，上帝呼召摩西去西奈山，然后颁布迄个10条诫。咱知讲两块石板嘛，就互摩西。所以因遮的犹太人对迄阵开始就纪念讲咱出来吉自由啊！上帝颁布10条诫，甲犹太人立约，所以50日因就伫咧四大节期内底叫做五旬节，用这个来孝念上帝的疼，因为上帝把因带出埃及，而且上帝将约来守守互因，表示上帝对人袂失约。要永远来保护，要来照顾这个犹太人上帝百姓。咱看基督教，咱读的这个《使徒传记》就1节到4节的，都是记载头一个圣神降临节的记录。咱就是讲，这段就是像一个新闻记者，走去咱的总统就任的时阵来报告，迄日安怎就任的情形，甲写。这段经文短短咱搁来复习一下。伊讲五旬节，你看，因咧纪念上帝颁布
即个10届啊，吼，因是伫遐咧纪念吴顺节哦。伊讲吴顺节的日教，温度拢聚集伫一所在。伊讲不简单啦，有声对起顶来，佫亲像透大风，充满因济的济啦吼，的规间厝。所以吴顺节有新款的即个外表的即款情调呢，就是有声，佫有大风，然后佫啦，佫有亲像纷飞的火枝对因来出现，佫伫逐个人的顶面啦吼，指纷飞的指伫逐个人的顶面，然后用即个来描述的结果，讲因拢受圣神充满，叫圣神互因的才能开始讲各种的言语语言。若要讲圣神才会记号，大概即几项有声，佫有即个风，佫有纷飞的指，因会晓讲方言，这拢是当时第一次圣神降临的时阵所描述的现象。当然后来，咱嘛佫增加看去讲，亲像子仔，耶稣受洗的时阵，有子仔降临伊的心情。且会咱看去这个图当然咱看去当时咧纪念的即个景点景点安尼啦，亲像子仔降临安尼，这拢是咧讲起着即个景点即个景点表示讲，这个拢用来象征圣神降临节啦圣神降临节咱也会当看去讲。今年的圣神降临节，若要对咱基督徒来讲有特别的意思，有特别的意义啦。就是讲，咱伫即个过偌济时阵，咱迄阵了都是丰益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咱迄阵有讲无暂时无举行圣餐，咱就准备好讲今仔日若圣神降临节，咱要举行圣餐，咱有一个配套，就是咱无迄种开放性的圣餐饼甲葡萄酱。咱去买一种足特殊特做的啦特做伊拢密封起来，每一人一份，然后饼甲葡萄酱拢放伫迄个小小的一个盒仔内底，用安尼咱安心来享受圣餐。咱讲即摆圣餐真有意义，第一就是咱知影即个疫情来缓和起来，咱政府嘛已经宣告即个防疫的新生活开始啊，就是咱看去陈市长部长来台南大家行已经拢有点已经无搁照遐个规矩有挂口罩啦遐个假帮嘛拢有伫咧啦。但是一般的业者拢知影讲，伫目前的情形，政府伊毋敢甲伊讲，拢毋免挂口罩，你拢照原来因为伊是我有听起即句话就有意思，伊讲咱先甲伊用互伊惯势，就亲像咱咧骑机车安全无滴互变。你第安全无，毋是要互挂落去是滴互惯势。若真正挂落去，无代志嘛。所以就是要鼓励咱，虽然热天到，热天到，不过大家若惯势挂口罩，因为咱毋是干台湾安全的，咱准备爱开放机场、开放船只来出入外口人入来，到底有危险无？咱毋知国际人客、观光客进来安怎？咱假使若继续有即款的防疫的措施，虽然台湾目前无问题，国际人客嘛袂进来，实在是相对安全，但是爱咱管好习惯。看好习惯，咱若真正开放外国人入来，咱已经管是无受到第一步的迄种危险。所以即个新的生活，会使讲亲像圣神降临，这五旬节圣神降临，输入咱一条新的生命。上灵的新生命，嘛是上灵新生活的开始。咱会当明子，咱政府宣布讲，对后礼拜6月初7开始，等于咱拢总有4遍的隔离期啦意思是4遍14天的4杯，咱拢完全拢无本土的感染，表示咱所有的人拢相对的无任何的人违反义务、违反迄个病毒伫咱即个本土的所在。这实是一个真好的大消息。世界各国佫真侪所在，还佫伫危险中，还佫伫咧艰难的中间，总是咱会当快乐
来开始恢复新的生活。这敢毋是圣神降临，上帝给咱一个新的宣告。咱圣经内面讲，你要迎起新的季节。咱知6月中个过就是夏至啦吼，夏至到，表示咱新的季节拢来啊。咱嘛知影讲17年前呢，迄个热天到的时阵吼，迄个SARS团消失去，免像这边安尼一直提防甲后咧怎样袂记记啊，我都无代志安尼吼。咱人讲可能宣告，奉主的名宣告，圣神降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你后礼拜开始，咱圣歌里也要开始来练习啊吼。咱若准备好，咱后礼拜咱的爱餐也要恢复啊吼，表示咱大家拢真有信心，咱大家拢知影真有平安，感谢主。感谢主，互咱有一款的恩典啊吼，咱真正是领受这个祝福。咱后来进一步了解讲，是安怎咱要行起圣神降临者，圣神的本质到底是甚物？吼，圣神的本质到底是甚物？第一，圣神就是神啦，意思圣神就是上帝啊。吼，两个部分就对啦。因为咱用这个理由来解释讲，圣神有上帝的属性。因为圣神讲原起初上帝创造天甲地的时阵，圣神讲上帝的灵运行伫水面啊。所以第二项是圣神，嘛是参与伫整个的创造的圣工啊。而且圣神甲耶稣做伙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圣神甲上帝是合一的，无有任何的分开啦。所以咱人讲圣神是上帝，所以咱唔通搁一个误会，讲好像你讲圣神，等于甲上帝耶稣袂记起啦，毋是啦，是咱对人的这个角度去领起圣神的帮助甲规律，互你更较清楚，互你更较对照安尼来行。第二，圣神咱较熟悉这个名称。叫做保惠师，保惠师伊即个名吼，台语的名改成加较古老吼。咱较感觉讲这3字要安怎解释？伊有几项的解释吼。第一项就是帮助者，当帮助者。罗马书8章就讲，伊时常伫咱身躯帮助、身边帮助咱。第二是教师啦，吼，第二是教师，伊是教示咱。约翰一书2章就是来讲，教示并且互咱明白。第三。真要紧是安慰者，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在替咱祈祷。虽然在9章3节讲安慰咱所有的痛苦甲悲伤，圣神才会当处理。人的话语有限，但圣神会当安尼。第四项，圣神是咱的辩护者。咱知影讲，伫法庭的顶面呢，拢有迄个律师在帮助被告也好。也是原告也好，来讲出替讲出伊的理由、伊的原因，也是伊的无辜。这律师伊通讲出一套非常有力的话，来为着这个人来辩护。咱的圣神就是安尼，伫上帝面前替咱辩护。咱就原来无遐尼好，咱就犯罪嘛，足多啦。咱所做的毋对，歹算啦。但圣神怜悯啦，讲这个人安怎，甲上帝讲情的意思。卖咱甲上帝说明讲，这个人会软正啊当所以约翰一书2章1节讲，伫上帝面前为咱讲话。第5项是辅导者，引带咱，互咱行出迄个新的方向。约翰10章13节讲，凡事引带咱，等于甲咱协谈的意思，陪伴咱。所以这圣神的规律是甲咱生活结连做伙，无分开的就对啦。所以咱讲保惠师这3字，咱就听起来讲是好事啦，就记袂出伊的实质上是甚物吼。伫非洲就是有一个宣教师要来甲非洲人解释甚物叫保惠师，产生一个真趣味的故事安尼吼。保惠师就是啊，伫软弱的人的身躯边提供给咱的上帝。你就知影你若有软弱，你有欠过，你有犹豫，你有烦恼，你有病痛，你有最的不足，圣神就是伫你的边仔咧帮助你的，一个保护者，一
一个看顾者。咱台湾今年大家平均年岁愈来愈增加，年老受照顾的人真多，所以咱知影讲，咱台湾即马有一批新的人口入来，就是咱对越南也好，菲律宾、印尼有一大批的，甲讲是女的吼，才会叫做看护，才会陪伴者，伫咱的兜，也是伫咱的亲情中间，咧陪伴者老大人。老大人可能行动无方便，要生活有可能照家己的方法，所以就有一个人帮伫边啊。咱人软弱拢需要人帮助，但是咱伫人勇壮的时阵呢，咱人逐项拢会晓的时阵，有需要帮助无？圣神伫迄个中间成出你的帮助者，所以就是非洲人了理解，因用即个方法来理解讲。是倒伫咱身躯边的人，讲到底保卫师来甲解说是倒伫咱身躯边吼，有即个小故事对啦吼。伊讲伫非洲一个部落咧传福音的一个宣教师吼，伊就简单照伊的理解，照伊所对圣经的认识，哇，足费力尽力来甲遮个非洲的遮个信徒解说讲，什么是保卫师啊？所以就解说讲圣神吼。就是会当帮助互基督徒有勇气，爱甲因教示吼，会甲因训练，会保护，会引带。讲了吼，迄理论拢足清楚就对啦，足久。但是呢，这非洲人听嘛是听无介迄位就对啦。伊听一个久，因就加回复讲：安尼啊，牧师啊，你敢是咧讲安尼啊？伊就安尼甲解释。这个原住民听到保卫师的解释了后吼。我若照阮的理解吼，迄就是叫做倒伫阮身躯边的人。即马即个讲即句出来吼，哇，即个宣教师傻无讲，倒伫身躯边是啥物意思吼？倒伫身躯边的人，敢是咧讲你的太太，还是讲你的兄弟姊妹呢？然后即个关注才甲伊解释，讲伫伊的生活，伫伊的文化的内面吼，因为伊交通足方便，所以阮就民上就要背足重的物件，包括也是遐个产物吼。行路啦，当然身躯难免会拄着破病，还是足疲劳。哇，就倒到树仔骹，若无树仔就倒伫路边咧，涂骹伫遐叫。因为伫遐你无方便，非洲就是野兽的天堂嘛，所以咧足容易互野兽来攻击，因为你无力通行嘛。你若身躯野生还是白疼，伫遐。早晚就是诚做野兽的食物就对了。所以若伫拄着即款情形里面，人拄好有人经过出现，伊就安那，伊就无离开，伊伫倒伫伊的身躯边来甲伊陪伴，来甲伊保护。讲即款人叫做倒伫我身躯边的人。因才后非洲人讲，原来圣神就亲像即款。提供你及时的帮助，甲你保护，互你无互野兽夹去。这话真有意思啦！这是若是属灵的顶面咧，圣神倒伫咱身躯边，咱野生的时阵，甲咱提供、提醒、保护、关心。无互野兽夹去，台湾都无野兽通伫路边甲咱食咧。但是咧，魔鬼亲像抛西南是，魔鬼亲像迄个野兽要吞食你嘛。所以。圣神倒伫咱身躯边，来提醒咱，来保护咱，提供咱及时的帮助。所以遐日四位，圣神就是咱基督徒伫咧行天路的时阵，野线的时阵，倒伫咱身躯边，保护我看到的保卫师。但是位你绝对需要，因为伫人生的道路，天国的历程，你什么时阵要野线？你什么时阵会倒退路？什么时阵要退落去拢唔知啊！有时是你上界用的时阵呢，有时你上界成功的时阵呢，什么时阵要发生状况你拢唔知。但是你爱求圣神伫你的身躯边陪伴你，唔通互你安尼摕伫路边互野兽咬。所以咱伫基督徒的生命中间，你需要圣神就是安尼，因为咱无一人保证家己永远拢健康无代志，永远拢无什么危险来威胁咱。所以，咱需要保卫师伫咱身躯边来甲咱陪伴，对吼。若是安尼，咱要安怎得到圣神？
就是咱需要信心的充满。以早咱常常基督教会，特别基督教会，因为以往较无即款的传统，所以当初期有一寡咱嘛，拄则咧讲五旬节嘛吼，所以较早若有一款较追求圣神的教会，咱改叫做五旬节派有无？吼，其实就是咧经验圣神降临迄款的意思。当基督徒会理解，特别咱基督教会感觉讲，圣神充满是毋是表示讲有迄个外表的讲方言呐吼，是物款感觉讲入神安尼无较感性迄面啦，其实毋是安尼啦。咱既然看到人的表面，无去看到圣神充满的实质，咱就爱借这个机会，更较深入来了解，就是咱爱互三位一体的神。你若讲圣神充满，哎哟，这毋是阮长老教会的传统。但是咱拄则已经讲起啊，保罗讲吼，圣神就是上帝的神啊，圣神是耶稣基督的神，你毋圣神充满，你是要叫啥人甲你充满？这个咱理解咱心房就有去原来我要互圣神充满，就是上帝甲我充满嘛，就是耶稣充满我嘛。所以你就是爱互三位一体神，圣神踮伫咱内面，踮伫内面毋是家己照大的是掌管，互伊带，互伊保护，互伊照顾。所以圣神充满伫咱生活中就显露出来。因为你若有圣神无圣神吼，伫你的基督徒生活随时看会出来啦吼。所以这就是咱甲圣神密切沟通的结果。你若有圣神充满，毋是你甲咱即阵来公园祈祷，规间礼拜堂大声喊，你就是叫做圣神充满。圣神充满伫你日常的生活的中间，是你的即个日常的做事的中间。若要用一个代表，就是以弗所书5章的18节到21节吼，内面咧讲起圣神充满的生活是啥物吼？18节讲，反正就互圣神充满。伊先讲圣神充满了要怎？讲用诗篇、圣诗、灵歌对唱，对身体唱圣诗甲诗篇来称赞主。意思是讲，咱会晓对身体唱出多乐的诗歌，用诗篇、用圣诗，甚至用灵歌。灵歌就是讲，迄个话词咱听无，但是就是讲对心内迄种属灵的声音出来。有时咱参加聚会的时候，看到咱在吟这敬拜赞美歌曲赞了吼，转去的声就自然走出来，咱就唱甲身体出迄种声音安尼有旋律就对，但是无一个特别的固定的话语，迄是灵歌，这拢是对心内的甲上帝的沟通就对。从这是一个保罗，所以圣神充满第一项19节讲，咱是吟诗而乐主就对了。第二20节讲。要靠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为着逐项代志时常感谢天父上帝。表示讲，圣神的充满，互你甲上帝关系结连，你会为着逐项代志感谢上帝。你就真有意思。你若快乐，你若成功，你若有赚到钱，你当然会感谢的。但是基督徒难免会拄着困境的，会拄着挑战的，甚至病痛的，甚至拄着危险的。但是当圣神充满你的时候，你会为着原来的负面的事来感谢上帝，因为这是上帝一个化妆的祝福。你若无迄个上帝的眼光，你就看袂出这款的祝福。首先呢，咱这3个月来的这个疫情，互咱真大的感触啦吼。世界在大变动，首先呢，咱人的生活嘛拄着改变。经济也好，产业也好，拢大改变。生理人大饭业经营袂落，要关就爱关，市场爱退就爱退，迄是真大的挑战。但是呢，有人就咧讲，哎呀，这个事吼，若较综合来看，是上帝吼，伫咱这个世界安尼一喷的中间，突然间甲咱关机啊，关机，互你休一下。佫定心来，因为这地球需要休息。你若讲建立一个较大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3个月的付出，并无完全是负面的，有影有死实，有人会拄着的困境，但是
整体来看，有时你会晓用这个书来感谢上帝，这才是真正一个真大信仰的课题。最后20讲，就用应为基督的心互相顺服。所以若要讲是讲圣神以有所书5章18节到20节，圣神充满了后，互咱所过的生活是啥物？就是这三项。第一，咱过着保罗的生活；第二是过着感谢的生活；第三是过着顺服的生活。所以，若要讲是讲圣神降临，毋是讲来礼拜，大家做伙讲方言才是圣神降临，也是讲一个牧师真有温哥来甲咱引传一个圣神的聚会，才叫圣神降临。你的圣神降临是一个无形中间有关伫你的内面，互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你的圣神的充满。愿咱基督徒每一个人，你拢爱过圣神充满的生活，因为你若离开主，你就袂当做啥物。最后，咱要讲圣神互咱的这个开力。约翰福音14章就安尼甲咱教导。耶稣讲的话，伊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会做搁较大的，因为我要去白遐。这是耶稣要受苦进前对学生所讲的话。这句话，互人感觉上无理解，是讲有影，你信我的人会当做我所做的事，安尼有理啦吼。耶稣甲我教，你要离开我来对你做。但是讲，甚至会做搁较大一句，咱啥拢无。耶稣就是全能的上帝，伊做的代志是哪，搁有人做比伊较大。所以咱后壁会当甲伊做理解啦。耶稣伊是用肉体，伊是道成肉体降临伫巴勒斯坦，也是讲咱伫以色列迄个所在。伊是一个有看会到的形体，伊传福音，伊行神业，伊讲道理，伊医治病人，拢是限定伫迄个所在。但是伊讲，恁才会信我的人，你要得到即款的规律，来做我所做的事，因为你是千千万万的人，你才会门路若愈开阔，你是毋是会做比我一个人做的事搁较大？伊意思是安尼。就是讲，好亲像一个分散的小基督，一个分散的基督徒，你要往普天的传福音，要做我所咧做的事。今仔日，咱全世界的正教会就是咧执行这项耶稣基督的宣言。所以咱期待咱伫这圣神降临节，咱做伙来领受这个圣经在所互咱一个鼓励。第一就是讲，因为圣神充满，咱就受耶稣基督的本性。因为圣神就是耶稣的灵啊，所以圣神来充满你，是毋是你就有耶稣的规律？咱家叫做小耶稣，安尼会理解较清楚啦。就是你有耶稣的本性伫你的灵、你的内面，所以咱讲基督徒，若奉主的名来祈祷，病受医治；奉主的名来赶鬼，鬼就离开。按什么意思？毋是你这个人有啥物口才甲力量呢？是你有耶稣的灵甲你。第二，这个原本的开力是伫倒来，因为你有信。拄则咱经常有看吼，讲信我的人嘛，所以你空嘴无即讲耶稣安怎嘛，迄无效，是你有信，你有领受这个对耶稣基督救恩的祝福，你有信靠耶稣基督的开力，就像咱领受圣餐，咱相信这个圣餐是证明耶稣基督的临在。所以咱就当做耶稣所做的事，而且迄个关键伫遮，愈侪人，比如当时10个运动，即摆来有几啊千人信主对无？慢慢开遐去到分散去到欧洲，去到北美洲，来到亚洲，到南美洲、非洲，咧传福音来宣告，甚至遮个人拢带着耶稣基督的规律，将福音传去，这敢毋是做？当时耶稣一人做的代志，更较大的事。但是即位，你是咧做一件伟大的事，因为你是咧做耶稣基督伊当时所交托的任务。咱逐人拢有份，毋是一个人来做比耶稣较大，是众人做伙做，互耶稣的天国的事业扩大伫全世界，到天边海角。感谢主，今日圣神降临节，咱通过圣餐来纪念这项事，愿主帮助咱，咱也是过着一个新的丰裕的生活。
伊咱要做伙来领受圣餐之前，咱有要先有洗礼，所以咱先来做祈祷。咱有位小朋友吼，也要伫第一场礼拜，伫遮来做洗礼。咱三个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你的大疼爱，通过圣神降临者，互阮更较明确知影主耶稣叫你的神，我若是神，你就要临在阮中间，互阮经历上帝你的同在，经历上帝你的祝福。但阮伫遮要通过圣餐来见证上帝你的疼，愿你的平安甲归咱享受伫阮中间。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